话，又见不到如来。底下就解说何以故？如来说三个相，即是非相。所以这个如来说、佛说就不一样了。如来说称性而说啦。那佛说的话，它有相有性。这边呢，如来说32，如来说称性而说，那么即是非相。如来所说没有形象，可是既然有呈现本殊胜的，所以是名32相。所以我们了解开头就是金刚的般若名字要奉持，那接着呢讲如来没有说法，然后接着没有这个三天大千世界，接着说没有围城，接着说不可以32相见如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一层一层都是一直讲进入空性，就是没有形象的那个性。那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前面都是以七宝布施啦。那么到这边就用生命来布施，他不但用一个生命，他还用恒河沙等生命，一粒沙呢一个生就等于生生世世都用生命在布施。那我们了解我们用呢这个金钱七宝来布施那个都是外财，身外的东西那用生命来布施那等于都是内财，就是我们最重，我们众生最重的这个身体然后重视生命我们用这个生命身体来布施，这个是已经布施的最高点。我们能够用身体来布施那个是非常的困难。人家要眼睛就挖眼睛给他，要手就多手给他，要脚就多脚给他。我想我们都做不到了。那现在也没有人说要布施我们身体真正的他敢布施我们身体的话，他就有那个功力，有那个能耐，使你成道成佛他才敢这个要你的身体来布施。可是以往的那个修道者他就会说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纵然我没有把它布施，它也会死掉，一样也会腐烂。所以他就这个布施身体就不会很困难。不过那个是我们看以往的修道人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外财外面的钱财还可以一讲到身体的大概都会摇头没有那一种心要布施这个身体的那个心都没有。那以往就是会了解，他看得非常的远他说我现在没有把身体布施了，我一样会死掉了，他一样也被虫吃了啦，他一样腐烂所以他看得很遥远。然后既然追生追世，你是来要求我的身体布施，表示我缺你的命要用命来还你，那你自然
我本来找不到哦，再煮了，现在你自然来讨了，我就省得去找哦，就还给你。可是我们有这种认识啊，大概哦很困难，哦，很不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金刚经》要我们哦离相，离到这个程度了，离到身体呀都可以看清。而且他用恒河沙的身来布施，不是一生一世啊，他已经是累生累世啊，都可以用身体布施，那可见那个困难度啊很高，可是呢，我们了解啊，佛这样讲，就表示说，若复有人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啊，祈福啊甚多，这个要讲的重点啊，全部呢，都是在若复有人，以此经中，就在我们金刚本性之中，乃至受持啊四句句，接受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把它拿出来用，持啊就是拿出来用，受持，然后呢乃至四句句，就是啊这个引导众生啊能够身空的然后啊我们呢身空心空，然后性空法空，我们那个大圣金刚经论啊就全部在讲这个四句句。身空的，然后啊心空的、性空的、法空的，就是让他能够成就。我们自己呀，能够受持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又能够引导别人啊，让他也成就，身空、心空、性空、法空，让他也成就，成佛成道。那这样的话，这个祈福啊甚多，就胜过我们那个整个啊那个身体呀布施，身体布施啊是很不容易的，很困难。可是只要你能够呢受持自己呀金刚本性，然后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就是般若妙智慧能够应用，然后使我们到达清净的境地，没有烦恼，也使众生呢到达这样，都能够脱离苦海。那这样的功德啊，比我们用身体来布施，而且用恒河沙的身体来布施，那个福德还要多，就是会得到非常多的福德，所以就了解说我们受持自己金刚本性的重要。这边虽然那个内财身体的布施很困难，可是它的重点还是在于受持金刚经，所以这个以此经中就是金刚经之中。我们在金刚经之中呢，能够受持，能够为他人说，那个福就胜过于我们那个生命布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已经呢知道这个修持的那个法，就是已经都知道了。然后修持到的境界，大概也知道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就请佛讲这个经名，这个讲经的名称，然后要怎么样来受持，然后请佛也说，阿佛都只要有这个请说了，佛一定呢会详细讲，就呢这个告诉我们，完成的一切都是空的，不管是我们佛性本体，它也没有形象，空的，不管是我们般若妙智慧，它也没有形象，空的，
我们到达没有烦恼清净的彼岸，也是空的。如来没有说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如来一句也没有说，都要我们成佛成如来。然后啊，世界3000大千世界啊，空的。微尘啊，空的。32相啊，空的。一切啊都是空的。我们能够了解一切都是空，已经呢不执着形象，所以可以解脱。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最殊胜的这个程度。我们呢还剩下有10几分钟，一样呢留给各位问欢迎各位提问。好，请说。这个四摄法就是不施摄、爱语摄、利行摄，还有不施摄。对，那个四摄法是菩萨那个修持那个先就是你喜欢听的语言爱语让你能够喜欢听，然后利行就是能够让你就说生植善根然后这个同事就是先呢，他呢降低身份跟你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布施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法，那个呢就是在摄受我们也是一样。假如说要去度人度他求道，我们希望说花一点心你能够用布施，然后爱语利行同事，然后度他就是要使他也进入修道的轨道，不能说只有在他求道了以后就放着不管一定也是要用一点心希望说我们知道的也给他知道希望他也真正的走入修道的道路用那个四摄法，那个是菩萨的四摄法还有那个6度万行我们也要这个行持能够呢这样的去做的话也就能够我们自己本身得到利益，然后受我们的这个度化的人他也能够得到利益，这样了解吗？还有吗？好，请说。好，请说。或许曾经听过的版本，他说度人修道办道实道，这也是一种4季句的那个布施，他不晓得这样的比喻像不像？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他也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了，不能说我们度了人以后他就放着不管因为他这个求了道等于是这个白纸一张他都没样，那个时候我们要教了就是要花一点心来教导。那当然在我们现在来讲上天大开普度我们求道了以后，我们度人求道也希望呢他能够走入办道的行列那这样的话可以度化更多的人，然后也真正的走入真的修道轨道，然后也希望他脱离苦海成道。所以跟那个四季记是相通的啦，只是说时代不同，讲的内容也不同。还有吗？还有9分钟，或许就是这样，都唔敢留太久的时间。因为大家人都唔问这个要是变大眼瞪小眼嘛。所以或许就讲那个文殊菩萨所讲的那个觉海现成缘
严惩啊，绝言妙，言明造生手，手力啊造性旺。因为我们在凡尘可以说要跟我们讲，山河大地啊，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所生发。这个观念我们一般都很难接受啦。我们都会想说，我是我，山河大地是山河大地，都分得很开啦。可是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管是世界，不管是微尘，没有我们的真心啊，它没有体啊，它不呈现。山河大地呈现，微尘呈现，都是因为我们真心啊。我们真心然后所现，真心能现啊，万象万物啊是所现。有能现，有所现，就有生灭啦。所以整个天地啊，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先让我们的那个性温里面啊，有这方面的智慧，有这方面的佛音啊，要了解说佛世界啊，无量的宽广，不只有我们知道的这几个啦，它是无量无边，非常的宽广。那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就只有这个太阳系啦。那我们的佛性是超越太阳系，非常宽广。你像那个佛经里面记载，有佛世界里面全部都是菩萨，没有众生所以一定就没有三恶道。我们到现在为止哪知道一个世界没有众生的？没有就知道都不知道。能够有佛，有菩萨，有辟支佛，有阿罗汉，然后有六道众生，都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很多的佛世界它跟我们这边都不一样。有专门就是菩萨，有到达辟支佛之上，底下都没有。有就只有辟支佛，辟支佛它是就是没有佛教导，然后他观察万物万象的变化领悟的辟支佛，然后上去十地菩萨上地佛。那我们要了解到，讲到那个恶道三恶道，就只有大概我们娑婆世界啦。我们娑婆世界才有三恶道，然后佛世界里面大部分都没有三恶道。有我们众生就已经算很已经很不庄严的。那佛世界里面众生没有为恶那没有为恶的那个佛世界算已经很理想。可是我们看到一个也没。所以要了解，我们最多接近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只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东方琉璃世界我们也有听也没有很普遍。那西方是比较普遍因为那个一死掉以后就接引西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在凡尘一生阿弥陀佛都不念你过世了就可以把你接引到极乐世界安尼你在凡尘什么都免做，听后死就好听后死给你接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那个事啦。所以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要有条件。你要到达全部都是菩萨的世界，你也要有条件。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到菩萨的程度，你才可以到菩萨的世界去那边生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科学家正在试验哪一个星球可以住人，是人
可是我们要知道，佛世界啊，已经超越人了。哦，它都不是人的状态，它已经超越。在我们凡尘啊，我们时常可以听到哦，四禅，第四禅，可以不用呼吸啊，不用吃饭。各位就可以想象哦，我们不用呼吸，不用吃饭，还可以存在。那你进入到佛世界啊，哦，那更的哦，真的是更容易的啦，哦，更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在凡尘，你要真正的进入第四禅，哦，那个呢，哦，你就是要专心，哦，专心修持，哦，由离生喜乐地，出禅，离开生死啊。进入哦没有生死，然后第二禅啊定生喜乐地，已经从定产生喜乐，然后三禅已经呢离喜妙乐地，离开喜乐啊进入妙乐，第四禅啊舍念清净地，已经到达清净的地步了，那个已经第四禅，第四禅了以后，我们就了解到。不用呼吸，不用吃饭，已经生理都变化了。然后再进入四空天，就是无色界，然后已经八定了，四禅四空八个，然后进入昧受想定，就是已经像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迦叶，现在在云南的鸡足山，在山的中啦。他就是昧受想定，等待弥勒祖师下生，他要教跟释迦牟尼佛修的弟子啊，把他带过来交给弥勒祖师教导，他的任务才完成，才可以涅槃。要多久啊？真的是无量久。那他在那个云南鸡足山，前不久还跑出来给我们台湾的博士看，让我们博士去印证，说真的有那个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就在鸡足山里面啊，竟然整个山开了以后，他出来给他看了以后，他看了还不知道他是谁，等到他又进去啊，山又合起来以后，他才想，我看到这个是谁啊？后来他说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他就是昧受想定啊，就是已经四禅四空再上去呀，昧受想就是最高，我们凡尘修的最高程度了。下课，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到天师德，老天欠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贤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第14分，对不对？这个离相即昧分所以我们从这个名称离相即昧，离开所有的这个形象即是实以如如不动昧呢就是昧掉所有的妄想就是昧掉所有的生昧。所有的生昧都已经昧了就进入即昧。那即昧现前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就呈现了在眼前所以这个离相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在凡尘因为面对的就是形象，那所有的形象只要落入形象它都会就是消失不见都是假的眼即则生眼散就灭不可能永远都在那永远都在的就是我们即昧的佛性本体
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它永远都在，不会不见，不会呢就是消灭掉，不会，可是我们对这个佛性的不昧都没有加以研究，没有体会啦，所以呢，我们研究《金刚经》，就是要启发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金刚本性，我们能够发挥那个金刚本性，金刚很锐利那我们在生活之中最常见的就是妄想，那我们可以用金刚本性来去除所有的妄想，我们一些这个杂念我们一样可以用本性可以去除掉，金刚很锐利可以破坏万物，不会呢被万物破坏，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念头来了，念头很强，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行为动作，就是没有发挥金刚本性。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发挥金刚本性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念头都加以清除，加以破坏，不会被念头牵着走，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凡尘这个离相非常重要，因为能够离相就是已经到佛的状态，所以离相名佛，能够离相那个名称就叫做佛，那因为我们都没有离相，所以都当众生众生这个当了非常久，而且都是在六道这个轮回之中。那么我们开始呢就讲这个经文，说尔时这个须菩提闻说是经，这个尔时就是已经呢从这个前面一直讲下来，从那个无言那个身教，一直到有言之教，都是能够了解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须菩提呢，他就讲说闻说是经能够深解义气，深深的了解义理去向，那个整个义理，整个真理都能够了解，然后他的努力的方向，那个去向，这个旨趣，都已经能够深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因为变迁很快又很大，所以要深解，深深的进入那个问题的那个核心都很不容易，所以这个地方呢引导我们说，我们能够听到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能够听到呢我们经本性要深解，深深的了解它的义理以及去向涕泪悲泣，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大事已明了就好像呢这个丧失父母亲一样涕泪悲泣，这个我们了解了，我们不了解一样也是涕泪悲泣了解也是一样涕泪悲泣
这个领悟了以后啊，这个深深的领悟啊，真的就会哭了。我们一般呐，就是很难进入啊那个深深的领悟。所以一进入啊，深深的领悟啊，就是跟佛性有关系，跟我们的本性啊，就是啊牵连一起的，须菩提啊，就涕泪悲泣，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有声的叫哭啦，无泪的叫泣呀，悲泣，很悲伤啊，悲伤的哭，那无声的哭啊，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向佛表白，他心里面的话，就是他心里面的意思啊，向佛表白。稀有啊，是真，所以《金刚经》的稀有啊，就只有那个第二分跟呢第14分两个稀有，那个第二分的稀有啊，就属于啊领悟的赞叹，那个无言之教，那个领悟啊，佛在生活之中已经表现了无我、无法、无非法，能够呢整个都表现出来，而且啊就是啊每天生活之中啊，都在表现啊最上乘的佛法。那须菩提看了啊，从这个31岁啊看到68岁，就这么久的时间啊。佛都一样的动作，我们可能也观察不出巧妙了，认为都是生活上啊，一些微细的细节，不知道呢，那个已经是最上乘的佛法，都呢没有去体会啊，佛已经在身体上啊。把那个最上乘的佛法表现出来，让我们啊能够修到这个状态，无我没有我相，无法没有法相，然后呢又不落入消极，没有非法相，这样的话呢，就真的已经成道成佛。那我们在修持的下手地方呢，就是去掉我相，这个我由身体产生的我啊，它是不真，因为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呢，既会借我用，我们呢都要还给天地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那我们假如说已经了解到。身体不是我，要去掉我相就比较容易。那假如说认为身体就是我，这样的话，我相就很难去除。那我相不去除我们的修道就是没办法进步了，都呢被这个我卡住了。那我相能够去除掉就进步得很快。进入真理的领域整个生活之中呢都是真理所以这个稀有我们就了解说经典里面出现的稀有就是很难得的这个意思这个身教很难得这个有缘之教一样很难得佛都把不管是身教，不管有缘之教都表现都能够呢让须菩提体会领悟，所以就赞叹稀有是真。那么佛说如是甚深经典佛在讲这样子这么深的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甚深的经典就是在讲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么深的状态
那么我从习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我从往昔就是从佛成道那个时候31岁，一直到68岁，这么久的时间都这个没有办法呢，就是所得的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那我们呢，从文字来了解，因为须菩提他的内心已经呢有所得的慧眼，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的生活，我们呢这个尤其在修道，我们只要有所得心我们就障碍我们就被所得心已经都卡住了所以我们有所得要再进步就不容易，就很困难所以这边须菩提自己说我从昔来所得的慧眼得到那个慧眼智慧的眼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呢就是已经呢在内心深处有一点骄傲所得慧眼他不是讲说我们众生的肉眼，而是说慧眼慧眼就能够是英雄所以所得的慧眼未曾得闻如是这么深的那个经典，就是这么深的那个义理那个道理都没有这个了解过会有这么深的道理所以这个须菩提自己说这个没有听过就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深的经典。是真若复有人得闻是经，所以先把自己交代了以后才呢这个讲到这个别人假如说还有人听到呢这一个甚深的经典，能够信心清净，则生呢实相。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呢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信心不够所以发挥出来的力道都不强。那须菩提呢就讲，假如说有人听到这么深的那个里面的意义就是我们那个金刚本性能够了解我们这个佛性金刚本性，能够信心，能够有相信自己就有金刚本性能够清净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清净两个字清就是一尘不染，净就是一念不生。然后我们能够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能够一尘不染，能够一念不生，那个整个我们佛性都呈现我们整个佛性本体都呈现。所以我们能够成道，我们能够成佛就是这个我们对自己的佛性本体信心清净那绝对可以成道，可以成佛就一定这个没有怀疑所以我们了解说很不容易到达那个信心清净。那能够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就会生出那个整个那个实所以我们了解到凡尘一切都是虚幻那个实就是不变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啊，不变才可以称实，实相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呀，就称为实相。像或者在讲四念处的时候啊，说我们上圣的四念处，就是观身性相啊，犹如虚空。那我们知道啊，性真的没有形象，跟虚空一样。可是啊，我们对呢那个身的相，因为他讲观身性相犹如虚空，不管是身，不管是相，都跟虚空一样。那我们会怀疑，身体这么这个呈现啊，实实在在，为什么它是属于虚空？是一样的。那佛他站在呢真理的角度，因为我们的身体呀，它是属于假象，幻象跟虚象，因为啊我们的身体呀，时时刻刻都在新陈代谢，没有一刻，没有一分一秒啊，它是停住不动，都是在新陈代谢。那假如说我们的身体没有新陈代谢，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长大了也不会死掉，所以小孩子会长大，我们这个长大了以后啊会死掉，这个就表示啊我们身体啊时时刻刻都在变化，都在新陈代谢，所以新陈代谢啊都没有一分一秒啊，它是实实在在，所以等于啊跟虚空一样，所以那个是站在真理的角度来说啦。那我们了解说，我们能够啊观身性相啊，犹如虚空，那这个时候啊离相就非常容易啦，已经都没有形象了，性也没有形象，身也没有形象，全部都是空。可是啊，全部呢都是佛性本体，所以啊，全部整个已经呢就是成道成佛。我们了解说能够心清清净啊，就会产生呢实相。那么当知识人就是啊，我们从真理的角度啊，就是当然知道这一个人能够信心清净，能够生实相，这一个人成就啊第一稀有的功德，他就可以成就因为他已经进入啊这个实相，可以成就第一啊稀有的功德，第一啊我们就是了解已经呢就是最上。那么稀有的功德啊，稀有就是很少有那个我们了解呢是讲功德，这个边已经不是讲福德，而是讲功德，所以啊第一稀有的功德啊成就啊第一稀有的功德就是啊成佛的意思啦。可是这边还没有直接啊就说成佛，而是说成就第一稀有功德所以我们从那个文字的延伸啊就了解到它就是让我们成佛信心清净啊则实相，可以让我们成佛那一种那个状态所以啊须菩提呢就明确的说，那么一般呢我们对这个实相的产生啊都不太了解，所以底下须菩提就解说这个实相是真是实相则啊则是非相这个实相实实在在啊不生不灭，不会变化不会啊千变的那个实相，则是非相就是啊没有形象实相啊就是没有形象这边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这样
是实相则是非相，是实相，实实在在不会变化，不生不灭，就是没有形象，有形有相就会变啦，它没有形象就不会变，没有形象不会生也不会灭，所以不会变化。那我们假如说已经了解，已经也可以知道那个没有形象不会变化的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的那个就是已经呢到达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最高的程度就是这样因为它不会变而且永远都是这样如如不动，常住不迁能够了解了就可以成道，就可以成佛。那我们凡尘只要是落入形象都会变化是落入现象它都会消灭，都会不见没有形象呢就呢不会变化。那么底下呢就讲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这个是故就是因为它是没有形象，所以如来说如来说呢就是从那个性分如来就是我们佛性。那从佛性的本体来讲如来说那如来说呢它叫做实相是一个假名说明那个实相。所以我们了解说借着这个名借着假名来了解它实际的那个义理，实际的真理状态如来说明实相。是真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值为难这个须菩提跟释迦牟尼佛讲说，我现在呢听到这么深的那个金刚本性这么深的义理信能够相信解能够了解能够接受能够呢拿出来用信解受持不值为难就是不会很困难。所以我们从这句话的背后就是了解到它不容易啦你看须菩提解空第一解释空的道理须菩提很拿手，可是他都还称为不值为难，就可见很难很困难那他说我还可以可是那个角度的背后说大家就不一定可以了就是有一点要做勉强那个也是鼓励我们不要畏难畏惧困难就是要勉强去做要深深的了解到我们金刚本性那个经典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所以深深的了解我们的佛性本体那我们能够相信自己佛性本体，能够了解自己的佛性本体然后能够接受自己的佛性本体，然后能够拿出来用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可以说从经典里面就已经鼓励我们能够信解受持各位先生这样了解意思吗？真的不容易啦我们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
就已经不容易了。因为我们呢，大部分都相信啦，身体啦，相信这个现象。对呀，没有形象的那个佛性呐，那个金刚本性，不容易了解。而且金刚本性发挥出来的那个状态，无我，无法，无非法，那个全部呢都是我们的金刚本性发挥出来，能够发挥出来就是持，受持，我们受了接受了自己金刚本性拿出来用，拿出来用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脾气毛病，改变我们的所有习惯性，改变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改变我们所有佛性没有的东西全部去除掉，完全都是相信自己金刚本性才可以做得到。那假如说我们没有相信，没有启发，没有把它拿出来用，那我们的脾气毛病，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要改变可以说微乎其微啦，坚持不太可能。可是假如说我们已经启发了自己金刚本性，已经深解意气，深深的了解它所能够发挥的那一种状态，那我们要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那就轻而易举，很容易做到。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角度了。我们身体身心能够真的要走入修道的轨道，第一个必要先相信我们金刚本性，接着呢发挥它的功能，发挥它的功能它无量无边所以佛就讲，假如说我们能够都接受我们金刚本性，它发挥的大用，可以转移四天下。我们住的是南赡部洲啦，那四天下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我们都可以转，把整个天下转，可以转换它的地方所在。可是我们现在或者都讲，我们小小的一个钓鱼台都抓不动了，不要说去转四天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发挥我们的金刚本性。那我们真正的了解到金刚本性能够把里面的那个义理发挥的淋漓尽致，那整个天下都运在我们的手掌，就是那个样子啦。佛都这样说，那或者就讲说，真的有那么大的功能作用吗？那佛就会讲说，我们这个沧海桑田，就是天地的变化很快都是假的，都不真我们都把形象看得太重要，其实它都是真的是一转眼全部都变化了，都不真所以我们对不真的东西就不要固执，固执它要什么样的相呈现，因为我们一直有希望它是什么样的相呈现，这样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烦恼。那假如说我们了解说，只要落入相它都会变化，只要落入相它都是假的，
我们假如说了解到这个理，那就会把那个所有外相就可以平除了不住在心中。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整个心非常宽广，所以佛都鼓励我们就能够到达无量的佛世界，然后这个见佛国土成就众生那或者在想说见佛国土，因为所有的那个国土都很污秽，那希望我们能够净化净化所有污秽的国土。那佛就讲污秽是在我们的心，我们心不清净，所以国土就肮脏。所以我们呢都有研究这个佛经里面讲说我们要这个庄严国土，庄严佛土，佛的那个世界啦。那我们知道那个佛就属于心土就属于地所以庄严这个佛土就是庄严我们的心地，庄美威严我们的心地，所以就是庄严国土。只要我们心清净了，所有的国土都净。我们心误会了，所有的国土都误会了，所以或者看说弥勒祖师下生那个时候我们众生的寿命84000岁，那所生活的土地都是七宝。那或者就想较慢嘞。假如说现在我们生活的土地都是七宝，各位会怎么样？大概修点庆，因为我们现在对七宝的那个认知都去摸一角迄金针杠去摸一角大概我们这一生就不烦恼了，对不对？不希望吗？所以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能够整个生活的土地都是七宝，那个就是我们众生的所有我们现在会有灾难是共业，那我们整个七宝呈现也是众生所共同建立的。那共同建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宝呈现？就是因为我们心善良，一心一善良了以后这个佛都讲说，我们假如说这个地区众生的心都善良，我们这个地区会呈现贵重的东西它会从地底然后浮上来，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使用。那假如说我们的心都是勾心斗角，都是那个暗藏的那个灾难的心，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沉入地底，不见了，让你找不到。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众生整个都善良，整个有价值的东西它都会浮现。所以经典里面就很多的记载，说以往有那个国王治理国家的时候教导人民都是行善。那教导人民行善的时候那个国王比如说要建设需要金钱那个整个水中都浮现浮现七宝。
你要用多少就捞多少了，你不用了，你再放回水中呢，它又不见了。或许就看过，这个是卡通影片嘛，是佛说的呢，佛不会讲妄言，讲的都是实在的，所以就是呢，从整个人民百姓的表现，那人民百姓整个都是善良，所作所为都不会自私自利，那这样的话整个国度都不缺，所用都不缺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各位贤贤，我们所争的是什么？只不过是安逸的生活，对不对？是不是只有这样？然后我们看看人与人之间互相相处，像不像富罗那说，百文类在一个容器里面啾啾乱鸣，像不像？我们像不像？蚊类屎蚊是不是很小？在容器内底飞，你看蚊要撕人的肺，对不？那个屎伊嘛想要吃物件，可是他们所求的，是不是只有一点点，一点点而嘛所以他们为了那么一点点，就在里面争，啾啾乱鸣大家咧争咧相争，或者说富罗那就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啦，各位可能都没印象了，所以那个楞严经讲的里面呢都非常的让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因为我们在凡尘生活，我们就跟百文类一样，啾啾乱鸣啦。那开始跟人在争，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跟人家在争什么？我们在争什么？争物质嘛，对不对？争生活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人生只有这样吗？我们会觉得不甘愿安尼一世人就过去无价值，咱来要为着安尼，太无奈，无不无奈？所以我们真的要就是自我警醒，一定要自我人格清高健全，你最起码人爱做好起唔通老一辈讲你不是人。在骂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假如说做的离谱他会骂说你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假如说不是人就是佛，那太好了。可是那个骂底就是咧骂精生啦，讲你就是精生，不是人。那真的可怜了。我们什么眼光咱今嘛用什么眼光来看精生是不是已经看伊袂起，对不？精生咱看会起袂？叫咱出世做精生会甘愿袂？绝对唔甘愿对不？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为什么会转世到畜生道？为什么会变成那个下等动物？就是因为心心已经都误会了，不清净，所以就会变成畜生道还是三恶道里面比较好的，
那个地狱道、恶鬼道，更凄惨。那畜生道还算好，可是啊，三恶道最好的畜生道，我们都不甘愿。一落到畜生道的，可不可能成佛啊？不可能的啦！那要多少生多少世啊，才可以恢复人的身体？已经无量无边了，一丝人生啊，万劫难复，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人生的时候啊，真的要清醒而且在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的思想里面，一定要自我清醒，不要迷糊啊，不要起惑造业，因业就要受苦，是我们自己找来的，而且那个理是一定固定的啦。不会说你造了业没有果报，不会啦。那以这个现象来说，你造了什么业，接受什么果报，那你去行持所有的善，那所有的善一样有果报，那所有的善你都不期待它的果报，那就进入你的佛性本体，所以就生死得本。你的德就已经有建立，所以你就可以引导众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先自己能够超脱，已经呢不在苦海之中。我们在不在苦海之中？在不在？我们都还在咱都没修有没有？每天的生活拢互咱无修啦，都没有清醒，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自我取许，不要迷糊，吃亏没有关系，或者都讲，吃亏呢就是培养浩然正气，那我们在凡尘最重要的就是浩然正气，浩然正气跟天地是相合。那没有了，没有浩然正气了，那真的是我们人这个都保不住了。我们在人道，都没有办法维持的常在，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真的要自我警惕，一定呢，要努力的修道、成道、成佛。成道成佛不是困难，而是看我们有没有决心，想不想成。各位想不想成啊？一定要进入实际的去做。那实际的做，没有脾气毛病，没有贪嗔痴慢疑，因为我们佛性里面都没有这一些东西。可是我们六道轮回太久，已经养成了要怎么办？用金刚本性把这一些去掉。只要你肯，发挥金刚本性这一些都小事，脾气毛病、贪嗔痴慢疑都小事。只要你不愿意做，不愿意成佛，那这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慢疑，它是深根蒂固，很难去动它。你要动它都不可能。可是只要你发挥金刚本性的那个都不是问题，都很容易可以做到。所以都看我们的心想不想成佛。我们在这个思想领域的时候想想成佛可是我们在行为的时候那个所有的做法就不是说要想成佛了，就是要沾到利益这样有没有跟我们的那个希望相违背？有没有？相违背行为跟希望已经没有一致了，
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就是不肯吃亏啦，吃亏就是觉得很没有面子，会不会？所以啊，人家要把浩然正气送过来，我不爱，我不爱。人家要把那个成佛的因送过来，我不爱，我不爱，是不是这样？都不承认。所以啊，真的成佛不困难，看我们有没有决心，我们有决定性的心，真的就是啊，信解受持，相信自己呀，金刚本性，了解啊金刚本性的功能作用，然后接受金刚本性，然后持用金刚本性，只要是4个字。信解受持就可以让我们成就，是不是不困难？我们也都不敢承认这个不困难啊。为什么？我都没想要做，对不对？要做那爱真大的勇气，拢那个勇气也未激发啦。也无想要做，所以须菩提呢就跟我们说，那个蛮困难的，在须菩提解空第一来说啊，都还难，虽然说不足为难，那个实际呀，是很困难，若当来世啊后500岁。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若当来世后500岁啊，就是5个500岁啊，5个虽然他这边没有说，可是呢，在那个华首经里面他有明确的讲，说有5个500岁。第一个跟第二个一个就是这个解脱坚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禅定坚固，这2个500岁就是正法时期，那正法时期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成佛，那第3个500岁就是那个已经研究真理所以就进入那个等于是在文字方面在绕所以那个已经呢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那个呢我们了解说一走路我们那个文学方面那个已经离开正式的佛法，所以叫相法时期。那第4个500岁更远更不像他呢就是盖这个寺庙是坚固了都是整个在形象上呢做功夫像人呢要起庙，甲你无关，讲你关一个迄个条两条，就很多钱嘛你即马关出去拢敢若讲我都咧修佛，可是那个跟修佛已经没有关系只是在劝善的而已啦。那第5个呢，哇！斗争坚固那个更离谱了，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啦所以这个须菩提在讲说若当来世后500岁，就是在讲第5个500岁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第5个这个500岁就是我们末法时期
就是斗争坚固的时候，国与国啊，斗争，人与人啊，斗争，全部啊，都是呢，在斗争的时候，所以已经呢，离那个真理呀，就已经呢，这个很远了。其有众生得闻是经啊，信解受持。所以啊，这个须菩提对信解受持啊非常推崇。我们了解到能够相信自己啊金刚本性，能够了解啊金刚本性的那个功能作用发挥出来，能够接受啊我们金刚本性，能够拿出来用，信解受持啊就是非常重要了。那须菩提呢讲说呢，在末法时期的时候啊，有众生听到呢我们金刚本性能够啊信解受持，世人则为第一稀有啊，这个人啊就是非常难得啦。那我们就可以看了我们现在啊在修道的过程之中，假如说真正的走入啊修道的那个轨道，各位就想一想容不容易？是不是第一稀有？真的就是很稀有很难得啦就肯拼除啊社会的诱惑不被啊社会啊这个拐骗肯回来就是修自己的佛性啊让自己成道成佛。所以须菩提就讲第一稀有何以故？为什么呢会是第一稀有？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之中那个非三心少四相非常的重要能够非三心少四相就是已经没有分别心所以这个四相或者都用2个字能守来形容只要你没有能守，你就已经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啦。那有能守就是有四相都还记得吗？我们用这个眼根来说我能见，能见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见，所见就是人相。那所见差别重生，叫做众生相，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见寿者相。所以我们只要落入能守四相就整个都呈现了能听能做能闻，只要能守都全部是四相。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没有能守？各位有没有体会？什么时候可以没有能守？当我们决定性的时候没有能守。决定性这个事情我该做就不管外界怎么样的反应，都是我应该做的，他没有能守啦。所以完全都是在我们心的分别你心虽然去做，可是你不甘愿那个就有能守那你很笃定的做把它列为分内的事，那个就没有能守所以你没有能守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入那个佛性本体。这样容易了解吗？容不容易？
四相啊，所以啊，我们非三心呢少四相，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去呢回想。那未来的还没到，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它已经过去了，再说现在又过去了，所以断为掉了。所以没有三心啊，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就是没有能守，没有能守啊，就是已经在佛性本体。所以啊，我们呢没有能守啊，就不走入六道轮回。因为我们有三心啊，过去世啊会把我们摄受，未来世啊也会把我们摄受，现在世啊也会。那三世都摄受啊，我们三世都有，就一定啊有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没有三心啊，三世都摄受我们不住，给咱吸袂掉啦，吸袂掉咱过去世也无，未来世也无，现在世也无，六道轮回的都无啦，六道轮回都没了，所以啊，我们要自己努力。我们有没有三心四相自己最清楚了解，到底有没有，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一定呢要自己呀做到全部呢都呢没有能守，全部呢都是啊佛性本体在应对啊完成万事万物。那怎么来这个跟人交接应对呢？就是事来则应啊，事去则静。各位都可以听到会背了啦，会背了没？都会背了。可是啊，会背了就是要做就是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啊，没有能守，没有能守呢，没有取舍。没有取舍不造业，不造业啊不受苦，解脱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啊就可以就解脱了。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要自己努力。那须菩提呢就讲这个人啊为什么会第一稀有？因为他已经啊没有三心四相。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底下再讲原因啊，所以者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相啊，即是非相，所以这个呢，就已经进入啊解说我相，我的形象啊，即是非相，就是没有形象啊。就是说啊，我们的身体呀，它是啊众缘际会，所有风土啊，际会借我们用啦。这个它没有我啊，没有形象，所以我相啊，即是非相，这样了解吗？我相我们会把它当成真的，就是看身体实实在在存在啦，都把它当成真的。可是，在真理来说啊，这个呈现的身体呀，也只不过100年而已啦。那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来讲，都是刹那，一刹那呢，100年就过去了，已经不在了。很快啊，100年过去啊，我们都不在了。各位浅显，在100年以后啊，我们还在不在？去哪里呀？对呀，我们不在了，我们去哪里呀？我们到李天去了啦。所以啊，要了解到说，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假的。
可是佛性呢是真的，佛性啊，它没有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所以无来无去，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啊，就当下如如不动，当下如如不动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拢足亲切的，拢甲咱做伙啦，不过咱都唔捌伊，认识他吗？都不认识吗？所以啊，我们之前啊不是有讲句语嘛，说真人不讲理，处处啊随着你，睡时伴汝眠啊，行时随汝骑。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知佛皆欢喜。这个真人不讲理不是霸道，而是说不能落入两边。一讲理了以后啊，公说公有理啦，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就有两边啦。不讲理就是没有两边。真人不讲理，真人没有两边是很高兴的事啦。不是很郁闷，不是就郁准的啦。较师啊，后者都讲，较师啊晚上睡觉盖着棉被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呀，那个方法错了，那个不对啦，一定是安尼欢天喜地呀，蜜咧头头啊笑，那个才是真的。就是已经呢能够摸到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确实就这样啊，他无时无刻啊，什么时阵拢甲咱做伙，什么时阵拢互咱用啊，你真欢喜甲用，他在，你都不用他，他也在，都没有离开啦，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点心。了解说，原来佛性是这么亲切，所以啊，我相即是非相，身体的我啊，它不是我，真正的我啊，就是佛性，真正的我就是如来，真正的我就是佛，所以所有的经典呢，都告诉我们先呢破相离相，那在涅盘经的时候啊，或者有学那个涅盘经，他呢就记载，弟子啊，就在跟释迦牟尼佛讲，说你甲阮教，阮拢真骨力啦，拢甲阮讲这无我，阮拢真是修无我，真的在修无我啦。那佛在涅盘经就说，无我就是生死，我就是如来。所有的经拢无安尼讲，干那涅盘经安尼讲，是讲我就是如来，无我就是生死。你若想讲无我，你就行入去六道轮回，在生死里面。那佛就明确的说，我示现在凡尘，不告诉众生生灭的法，因为生灭的法是六道轮回，都告诉众生呢，脱离苦海。不生不灭，就是佛性本体。所以啊，我们呢研究佛法，一定要了解佛性本体啊，没有对待，不生不灭，永远都在，如如不动。会背了没？都一直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啊，各位就是了解到真理不会变的，再怎么讲还是这样。只是我们不容易了解啦。这个礼拜呢，在台北啊就讲佛性本体，然后啊就讲我们的佛性本体呀，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言独立，没有依赖，用耳根圆通体会，这个是从耳根来体会啦，所以啊，我们也可以用，
脱根不是六根，脱尘不是六尘，离身离开身体，离境离开现象，然后离缘离开所有的因缘，然后它独立，独自存在，然后无所依赖，都不依赖的，不依赖因缘，不依赖自然，不依赖什么东西，都不依赖，那个才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可以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一定呢都会听到声音。那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功能，身体耳朵听，然后第二个闻，就是我们把听到的加入心意识，那个叫闻。第三个叫闻性，那闻性就是佛性所以在佛性里面听到了它不加以分别，那个闻我们听到加以分别，所以我们了解在《楞严经》或者讲的这个就记载在《楞严经》。那《楞严经》呢就告诉我们声尘就是声音那声音我们听到呢叫声音的动。那声音的动因为它声音有生灭，它有消失的时候，没有声音静悄悄。那没有声音静悄悄的时候叫静，动跟静那声音有动有静是生灭。可是我们的闻性它没有生没有灭声音有的时候我们的闻性不生，声音没有的时候我们的闻性不灭所以它是长存都在你看已经离开身体，因为声音不可能在身体里面，就已经在外面了，所以离身了。然后又离尘因为声音就是六尘之一，它有声它没声我们闻性都在没声也没关系了，所以也离开尘离开我们的身离开这个所有尘界离缘独立，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自存在拢永远永远都伫咧啦永远都在。我们的佛性本体永远都自在，它没有依赖它独自都存在。所以我们从耳根圆通来体会，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它没有变化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变化。然后我们体会了以后就是了解到真的真的就是佛性本体的呈现，没有能没有所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缘独立没有依赖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借着耳根来体会。然后或者又讲借着眼根来体会啦就是或者时常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那里面的意思就是讲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没有所，就是把能所已经融成一体了。那融成一体了以后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你就真的见你如来，见到佛性本体啦，你就真的见到那若有所见，有能见有所见，就是邪见。邪就是不正见已经不正，所以你就看不到道，看不到佛性本体啦。那或许又讲之前所说的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
用追气啊来辅助前面的肉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你的心跟外面的见，心跟见一如合在一起啦。心境已经合在一起，没有能，没有熟，没有对立，所以心境一如，不换思维。你一落入思维两边跑出来了，所以不落入思维，心境一如，不落思维，但不持散。你心跟见不要让它散开。但不持散，积之岁月，就是你累积一点时间，而不心开，那个心开就是见到了，就是看到你的佛性本体，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就是讲无人无心开的啦，绝对心开，这样听懂吗？讲得纯纯听得渺渺，都是要各位了解佛性本体的这么亲切。不管你用耳根，不管你用眼根，都是要你没有能手，把能手合成一体，就是没有两边。没有两边就走路结对，一结对了就是佛性本体，那个成佛成道就是这个，你抓到这个就一定成道，你抓不到的话那个就修不成了。各位就回想一下，我们这么多求道的道亲了解这个状态有多少？是不是我们都觉得很可惜？道这么殊胜，这么能够让我们成就，为什么我们不研究呢？我们佛老师都很无奈，一直鼓励我们研究心理学，有没有？都公告老师都好了啦，以后不说了啦。老师讲以后不说了当下又在说了，有没有？我们那个新闻一看，老师不是说不说了吗？怎么后面又全部都是所以你看，苦口婆心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能够成道，能够成佛。你对这个佛性本体没有了解，怎么成道怎么成佛？没有原因所以你看，我们佛性本体不生不灭，你修到佛的果位不生不灭，因果一致绝对成。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从内心产生，我可以成道，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一定要到这个程度，绝对可以成道，时间早晚。那你假如说还没有产生，要让它先多那你就要努力，努力听，都很容易的啦，容不容易？很容易我们坚定的心那个李祖师跟我们讲，诚恒坚。我们有诚心的，有恒心的，有坚心的，是不是一定可以成？就绝对可以啦。诚心的来修，坚定的心来修，恒心来修，哪会不成绝对成。也不用怕说，那我这一生修不成要怎么办不用怕，只要你认知了，就在你性分之中，你的性分里面已经有佛音了，所以佛的果位那个绝对有，所以佛音一定要种，你种了佛音佛的果位一定呈现。那你了解到佛性本体
那个佛的果位都已经呈现了。佛的果位啊，就是佛性本体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你一了解了以后，真的就可以了。各位就可以了解，或者讲的是不是很明白？有没有？不管是耳根，不管是眼根，都可以让你进入啊，佛性本体，对不对？那个就是要我们成佛的本钱呐，就一定可以的啊，所以啊，只要我们努力，决心努力，一定可以成。我相呢，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所以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部啊，都是没有形象，全部呢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所以我们了解非三心呢，少四相，那底下就讲何以故？为什么呢？离一切诸相，则名之佛。有清楚不？讲到有够清楚不？离一切诸相啊，则名之佛。只要你离开了所有的形象，你就已经是佛了。跟我们讲的已经够明白了，有没有？所以啊，最重要啊，我们就先在生活之中啊，都能够离相，就要告诉自己，所有的相啊，都是变化无常，都是一直啊，在变化，都无常变化，不是真的，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凡尘的所有相啊，都是假的。那既然啊相都是假的，就走入性了，对不对？所以走入性了以后啊，则名之佛，就已经叫做佛了。嘛搁咧讲有简单无？这个简单不是或者讲啦，那个成道的都在讲，很容易呀。就那么容易只要我们离相，就叫佛了，很容易呀，不是很困难，不是或者骗各位的啦，有吗？都是实实在在啦，要我们都能够成佛，所以只要我们离一切诸相，则名之佛，离开相的就是佛。所以相是假的，性是真的，只要知道啊相是假的，我们就可以离相，所有的相啊，我们就可以离了，所以啊，只要你研究了，一定都一直深入啦，所以啊，或许一听到浅讲，上第一堂课啊，第一次讲出来就不懂，可是要做2个小时。真的很感动，那个功夫啊很好，讲一句都听无啊，爱坐2点钟搁袂使度孤，真的功夫很好，所以啊，各位都是熬过来了，有没有？从那听无的时阵开始，对不？所以啊，那个时候，这个负责点的师都跟或者讲，大家都跟我反映，因拢听无，真的或许一听了这个很感伤啊，真的讲的都是没有。无看报了，或者知道多少就会讲多少，都呢这个掏心掏肺，拢搬出来，有没有？就是真的要大家都能够成就，所以就一直讲，只要你肯坐着听真的就会被你抓到
无最少2点钟嘛听一句啊，迄句就足有路用的咧吼。你看你这2点钟敢若讲吼，若离一切诸相得名诸佛，有价值无？就已经够价值了所以啊，只要你肯研究、肯坐咧听，一定会了解会了解，咱就有法度做，有法度做就有法度成道，有法度成佛，无困难。若无研究就可以想象，我们这么多道亲都没有研究，没有听，他们可以成道成佛吗？可不可以？我们用最浅显的道理来想，无了解不生不灭真心佛性，他有没有办法成佛？绝对没有办法，因为成佛的因他没有抓到。那我们研究了以后就已经抓到，抓到要成佛的因，所以因我们已经切实的掌握，那个果位佛的果位就一定呈现所以离一切诸相则名之佛，绝对的可以成佛。那么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你看这个佛家也认可啦，对，你讲的安尼对，如是如是离一切诸相则名之佛就是正确的就已经能够掌握到佛性本体，所以就一定可以成佛。那么底下呢释迦牟尼佛又说，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较输若有人听到这个金刚本性然后不惊这个就是你听的话呢，就是可以相信他呢是实在的。你假如说会害怕，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假如说接受真理感到害怕，那表示我们跟真理还有一段距离，才会呢感到害怕。那假如说这个不惊就是你相信了不相信你就会惊一相信了就不惊不害怕所以不惊不畏这个不怖就是我们就是了解到能够相信，然后能够呢这个行持不畏就是不畏惧不怕呢他的那个困难所以不惊能够相信不怖就是能够去行持不怕他呢就是很高的那个内容然后不畏惧就是不怕去做。那么当知世人甚为稀有。那个前面呢须菩提有赞叹这个世人呢则为第一稀有。那么后面佛又给他呢认可说这个人甚为稀有就是很难得啦能够相信金刚本性是不是很难得？以我们现在来说我们这个求道的前贤可以说不计其数啦，非常多。可是研究心理心法真的百中不得一100个内底
选一个都也无，对不对？100个内底啊，咱的道亲100个内底啊，有一个研究生理心肺，有无？都还没有哎呀，我们可以了解说，求道的已经呢不计其数啦，有够侪拢有求道啦。等于咱台湾2300万差不多拢求道啊啦。你看研究生理心肺啦，到2300个，有没有？都很困难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善因缘不足啦，没有那个机缘啦，碰到啊接触到这个最上乘的修持方法，你没有方法不了解怎么修啊？怎么做？不会啊，不会的话怎么成佛啊？不可能啊，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能够遇到就是啊因缘具足啦，都是因缘具足，所以啊我们就可以想象，有时候讲的很透彻明白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时候啊，看一看有一些那都没来有时候看看大家拢真巧拢有来拄我咧讲的范围啊，无伫咧讲佛性本体啊，都听无到，对不对？所以你看，又是因缘要有因缘啦有那个契机啦有契机的听到了知道法了知道怎么修了，容易成就了。那你假如说不知道法不知道理法要安怎做，不知道就又隔了很远。那我们的人生啊，真的就是很短暂一转眼，这个有这个道亲啊就讲，你就紧来研究啦，迄个讲的71岁啊咧。意思说佫讲无偌久啊，你佫唔来听，这无得听。那个导亲还不错，他还知道说这无得听，你佫唔来研究迄个讲的71岁啊。那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说何以故这个何以故呢，就是底下的经文在解说上面的意思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呢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又呢讲到这个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他可以这个听到呢金刚本性以后这个不惊不怖不畏那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因为我们之前就讲般若波罗蜜，那我们都很容易住相，那佛又怕我们住在文住相，所以现在把那个般若换成第一啦所以我们了解到般若就是第一有般若的，你有智慧了，就可以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有般若，你就可以行5度了所以以般若为最重要所以佛把它改
那个名称啊，般若改成第一波罗蜜，所以啊，要我们实际的进入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佛苦心呐，表示说不能住在文字相。我们假如说住在文字相那个受到利益啊就不大。那你真正的进入实际的状态，般若就是佛性啊所具备，你能够发挥啊，般若波罗蜜，你能够发挥，你就所有完整的一切修持方法，你都能做，那一般呢就讲六度万行啦。那六度万行啊是属于菩萨，那菩萨的六度万行啊，就所有的修持方法里面啊，属于比较高的。那高的你能够做了，低的当然更容易啊，更没有困难。所以啊，了解到说，我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啊，假如说能够掌握六道那个修持的方法，就是啊那个六道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六度波罗蜜我们都能够掌握。那么你所有完成的修持方法都已经呢可以掌握，都可以包含呢在这个六度里面。所以如来说就是称谢，称我们的那个佛性，称呼啊我们的佛性，如来说那个第一波罗蜜，是从我们的那个如来从佛性呢生发的般若，那个第一波罗蜜。那即非就是告诉我们不能住在文字，不能在文字里面做功夫。即非呢就是要去掉文字相，你进入啊真正实际的内容，因为名称的体会实际的真理，那个叫即非。所以啊，第一波罗蜜即非，最高的波罗蜜啊，不是文字的最高，而是实际的最高。实际的你有般若波罗蜜了，你就可以度化众生，可以自己修持，可以自觉，可以觉他，所以觉醒圆满了，就成佛。所以即非不是名称的那个第一波罗蜜，而是实际的进入那个第一波罗蜜。各位前这样了解吗？我们《金刚经》里面那个即非是名非常多啦，都要这样体会。即非就不是文字相，是进入实际的内容，所以讲即非。那么为什么又加是名呢？因为那个名称因为有这个名称，让我们因为名称体会里面实际的意义，所以是名。假如说没有这个名称，我们要怎么样去比那个状态出来？比不出来啦。所以有这个名称了以后，我们可以因名会体会那个里面的体，里面实际的状态，所以是名。这样了解吗？所以前面就讲第一个就是布施，然后这个讲那个最后一个般若，讲布施波罗蜜，讲般若波罗蜜，那中间的呢还有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哦，那么就借着底下呢，就借着忍辱啊，来把那个没有说的又把它呢讲出来。说须菩提，忍辱波罗蜜。这个忍辱啊，就是六度里面的第三个。第一个布施，第二个持戒，那第三个呢，就是忍辱。忍辱波罗蜜啊，就是把那个六度啊，能够补足了，能够呢全部啊，全部都讲出来，呈现。那么如来说非忍辱啊波罗蜜，所以我们了解到忍辱啊，最重要就是离相啊。我们假如说住在形象啊，要行忍辱就行不出来，做不到。那我们离相忍辱就很容易做了。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假如说有一个人到我们面前来，然后啊非常生气，脸非常难看，然后一直在指责我们，讲很多的坏话。我们看他的形象啊，这个时候要行忍辱，容不容易？我们的内心啊，默默滚啊，对不对？整个心那个都已经动得很厉害，这个时候要忍辱真的会受伤。我们那个五脏六腑啊，都全部会受伤了。那假如说我们都全部啊离相，不看那一种指责我们的那个形象啊，我们全部啊都不看，已经都可以离相。各位就可以知道，忍辱就很容易，要忍下来，它很简单。因为没有在形象上面的，就是空的。那我们对着空来行忍辱啊，就很容易。那你对着相你要忍辱啊，就做不来。所以这个是以这个我们现实来说啊，对着相你就很难所以啊，如来说非忍辱。在我们性分里面或者都讲，我们呢性本同体。那么在性分里面没有加入的人，没有受入的人，就是没有两边啦。那没有两边像那个你无了，没有谁在接受五入？没有没有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到达忍辱波罗蜜了？你可以因为忍辱到达清净彼岸，对不对？因为全部都是进入绝对体，进入佛性本体啦。进入佛性本体里面它没有两边所以没有这个加入的人，没有受入的人，那我们在凡尘就会你是你，我是我，你搞我无聊，你搞我记，会不会？你若搞我无聊，你搞我记，我一天要报复，会不会？我们就很容易进入这个状态，对立嘛，所以对立的产生就是非常容易。那个一下子就呈现，不用说的啦，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有，就呈现这个状态。可是你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两本同体，没有你有他，那没有你有他，有没有忍辱的事？是不是没有了？所以如来说即非忍辱波罗蜜，都已经呢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了，
我们说的忍辱，都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一种外境啊，外境来的时候啊，就是很困难，可是你就是要强力啊，把那个压下来，不能发脾气，不能发脾气，都会等到全部啊都没有人的时候，跑到深山去发脾气。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看一看啊，有一些应对的方法，像日本人啊，他们这个接受那个上司的那一种指责啊，他这个心里面很郁闷，他们就跑到深山里面去，一直骂那个主管，然后骂一骂就已经舒坦了啦，那个是一个方法。心里面啊都已经没有怨愤了，为什么？已经都抒发了。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啊，把那个最难听的都讲出来了。所以啊，或者看到那个他们应对的方法，这个也是把那个累积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人都有限度啦，你滴滴念有一天会爆发了，爆发很严重，对不对？他们就是念来深山内底来发作，发作了就无啊，对不？回来就没气了，你要再跟人家吵架都没力呀，都已经发泄完了，那个也是一个应对方法。可是我们呢，真正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真理的角度啦，连本同体，没有你有他。那没有你有他的话，所有你认为外面的五路啊，是你自己错误的见解，不正确的。那这样的话，要让他气，要气啥人？要气我自己就变这样了，对不对？就会说。全部都是我自己呀，那干嘛要生气？不要了，留着气力修道。所以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所以从我们佛性来说没有那个事，就是真理的。那是名忍辱波罗蜜，只是说在现象之中我们都会认为某一些就是侮辱啦，某一些就是称赞，那个都是我们人的认知啦，所以假如说以后那个市民就是落入形象啦，是有这个形象，形象你要呢到达波罗蜜就是清净的彼岸。是名忍辱波罗蜜，从忍辱到达清净的彼岸。那么底下呢，佛就自己讲他的本身的遭遇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他以往往昔。为歌利王就是一个国王割截身体，在呢这个割把他的那个整个身体都分尸了，耳甲挂起来，鼻挂起来就是分尸啦，把伊拢挂起来。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算不算侮辱？很大的侮辱，对不对？已经都破坏身体了。这个呢，就是歌利王，然后带很多的他的宫徽就是那一些在皇宫里面的女孩子带到这个野外去郊游，然后这一些女孩子都跑来听那个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啦。然后啊，这个歌利王呢，就在那野外睡午觉的时候啊，我那一些宫妃怎么都不见了，然后啊起来找啊，他们跑去哪里？原来是听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他看到以后就非常的生气啦，就问说他已经修成佛了吗？他说还没。修成菩萨了吗？还没。修成那个辟支佛吗？还没。修成阿罗汉吗？还没。他说还没的话，你在这个诱拐我的这些公理啊。他说他心里面啊没有隐喻啦。那个歌利王说，我怎么来相信你心里面没有隐喻？他说修到很高程度的一些那个都还会有这个见境啊起心啊看到啊这一些这个美女的时候啊，他还会起心动念。那何况你都还没有证悟啊一个果位，那么怎么不起心呢？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说假如说我有起心动念的话，那你这样把我的身体分解了，就是割了一段一段就让它这样呈现事实。那假如说我都没有一点那个隐喻的心，没有起心动念，就让我的身体又恢复。结果他讲完了以后啊，他整个被那个歌利王割绝的身体全部都恢复了。所以就了解到他当时真的没有那一种隐喻心，没有那一种割绝的时候产生厌愤。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凡尘最难的部分就是在起心动念。我们很容易就是那个厌愤的心起心动念一下子就上来。真的要你全部都不动心不生气，那个真的是修得很踏实都是言行如一啦。怎么知道怎么做